此后2022年10月15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各我掌握阴间锁匙。圣经启示录第1章第99、20节，咱做伙来听读。我是约翰，是恁的兄弟，甲恁做伙分担耶稣的患难，甲吞忍，阁有份伫伊的统治。为了传上帝信息，甲见证耶稣，我捌住伫一个名叫拔摩的海岛。有一个主日，我受圣神感动，听见伫我的后面有亲像喇叭滴响，讲：你着将所看见的写做册，寄互以弗所、士每拿、伯加摩、崔雅、崔拉、撒狄、腓拉铁非、甲老底嘉这7间教会。我活转身，要看对我讲话的是甚物人。一活转身，就看到7支金灯台。灯台的中央有一位亲像人子，穿一领垂落到骹的长袍，胸坎下金带。伊的头甲头毛亲像羊毛遐尼白，亲像雪遐尼白。伊的目睭亲像火焰，伊的骹亲像假火炉串联光亮的铜。伊的声亲像大水底墙的声。伊的正手摕7粒星，伊的喙吐出双面内的剑。伊的面亲像炎热的日头发光。我一个看到伊，就趴伫伊骹前，亲像死去的人。伊用正手唤我，讲：毋免惊，我是起头的，嘛是煞尾。我是永活的，我有死，现在伫活，会永远活伫。我有死亡甲阴府的锁匙，所以你着将所看见的，以及现今所伫发生，甲以后会发生的代志，拢写起来。你所看到我正手摕迄7粒星，甲7支金灯台的奥妙是安尼：7粒星是7个教会的天使，7支灯台是7个教会以上。各我掌握阴间锁匙。看念是启示录作者约翰通看到异象的开始。伊看念的是捌甲小亚细亚的7间教会连结，因捌同齐征战，对抗内在性命欲望的诱惑，甲外在强势环境的恐吓。约翰也为这付出代价，受掠、判刑，流放到拔摩海岛。教会还好无？约翰的看念对拔摩海岛发出，搁伫批中甲诗讲：我是约翰，是恁的兄弟，甲恁做伙分担耶稣的患难，甲吞忍，阁有份伫伊的统治。为着传上帝信息，甲耶稣的见证，我捌住伫一个名叫做拔摩的海岛。拔摩海岛毋是灵修营地，互人前去专心追求异象，享受信仰出神的灵验喜乐。拔摩海岛是一个真荒凉、歹生活的所在。有一点仔像过去台湾的绿岛监狱，专门关政治犯甲重刑犯，照着假日日暝劳苦工作，互受刑人随时踮伫受威胁的不安中间。除了拄着会通哮喘、发出痛苦疲累的哀叹以外，就简单剩聆听反复冲击岸边的海涌声。
约翰笔的主日无一定是放下工作，专心仰望敬拜上帝的礼拜日，却绝对是拄着主耶稣用伊的话来拜访的日。咱通想象，孤单的约翰伫圣神支配下，听到超越海涌的喷号头的声，呼唤伊对着声音看过去。对暗夜闪烁星空，伊看到7粒红点倒的星，若像为护卫7间教会的使者，互一位亲像人子的人摕伫正手。人子对喙耳发出惊拯救也惊审判的双面来剑，对约翰宣告：毋免惊，我是起头的，嘛是煞尾的。为了救赎，我捌受难死，总是现在我活地，搁要永远活地。为着恁，我掌握死亡和阴间的锁匙。耶稣伫令人痛苦孤独的十字架顶，甲约翰看念当受苦难的7间教会，甲忍耐转化做积极、坚持和勇敢的确信，领受上帝来自国度用异象的牧养，掀开生命伫苦难中的真相。加大学者叶礼庭伫《生命是一场追求慰藉的旅程》这本册写讲，面对因着苦难的遭遇，失去搁失败，咱真容易就遁入去咱的幻想中，总是幻想内面并无真正的安慰帮赞。咱必须亲像哈维尔所讲，活伫真相中间。对启示录的作者约翰来讲，若无听的真相，伫永远隐藏伫眼前的残酷现实下面，实在互人会累积。总是若真相互耶稣基督国我的异象启示现开，生命就得到基督用疼看念、陪伴，搁显出伫上帝救赎国度受苦的价值。默想：当我失志的时，祈愿对倒位得到安慰帮赞？当我失志的时，祈愿对倒位得到安慰帮赞？咱来祈祷：主啊，我若无信伫活人的地，得到看见主耶稣国我的异象，我就早互世间的十字架苦难缀喙，直到丧胆失志。总是因着你活地，我就拥有气力，通用刚强壮胆，坚定听候，靠国我的主耶稣得胜的名祈祷。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